因为这个太多个的事故，已经来提出着书面示责的交通部长林佳龙，连续6天伫现场督导整个过程。早起一透早，为花莲赶登入法院，伫做专案的报告进程，甲全国的民众会实的，是讲甲脑梗啊甜甜甜。国民党的立委痛骂讲，这个事件就是人为的灾祸，要求部长落台。这纳入党团嘛拢提出着临时的提案。 要求来成立着专案的调查小组，嘛要求爱限期查明真相。政府杀人，立刻下台。台铁头一个事故造成50个人往生，有200多个人受伤，这重大的伤亡。立委一任的交通部长林佳龙，交通部林佳龙部长，负起你的政治责任，不要再眷恋。苏贞昌院长也要负起相关的政治责任，下台道歉。过去。 国民党真的是愧对台东了，但是现在我们身为执政党，我们就要全部的担负啊！如果不是台铁长期包庇官商勾结，一路掩护，会有今天的悲剧跟惨剧吗？如果我们设了护栏，你觉得这个护栏能够挡住这个工程车的滑落吗？应该是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办法。 代志发生后，连续6天伫现场监督，亲身看到最后一节的车厢半暝为清水泵坑拖出了后，林佳龙透早又搁为法院赶到立法院报告，一开嘴目屎就干目见。对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故跟悲剧，我要代表交通部跟台铁，向所有罹难者。 受伤者跟他的家属致上最深的歉意。昨天深夜，我在现场看见了这个事故列车的最后一节受损的车厢过出。到这边就好了。 那个景象令人触目惊心，心痛不已。代志发生后第3天，林佳龙对我讲，伊要辞职的消息，昨嘛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辞职书。因为这个意外变怎收尾，台铁改革嘛唔知要为倒位开始。所来交通部长可能暂时无人做，代替局长嘛已经3个月无人接啊。民众的交通安全应该交予什么人？